啦，Kathy，今日咧想教大家咧勾呢一款咧檸檬鎖匙扣。咁我哋咧可以用細線嚟勾耳環。希望咧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多啲 like 我哋教學影片，支持我哋。將勾針上面嘅線拉長少少，我哋就喺呢個位裝入棉花。棉花裝好，第18行勾好，將支勾針都有喺呢個入針位入邊。而家開始勾第19行，收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就喺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將下兩針並為一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勾第二組單元，下一個針位勾針短針，將下兩針並為一針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6組單元。第三組、第四組、第5組、第6組，6組單元勾好，將支勾針都由起始位呢度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19行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勾第20行，收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將第一同埋第二針並為一針，將第三同埋第四針並為一針，將第5同埋第6針並為一針，將第7同埋第8針並為一針，將第9同埋第10針並為一針，將第11同埋第12呢最後兩針並為一針，將支勾針都由去起始位呢度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20行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勾第21行，即勾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就喺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下一個針位勾針短針，下一個針位勾針短針。我哋總共勾6針短針。第4、第5、第6，6針短針勾好，留一段15cm 左右嘅線頭，將條線剪斷，將條線抽出嚟，將線頭穿喺縫衣針入邊，沿住呢個位做閉合處理。檸檬部分勾好，勾檸檬葉，將勾針擺喺線下邊，翹線拉返出嚟，再勾9針鎖針。9針鎖針勾好，第1行勾好，而家開始勾第2行，褪返喺第2個鎖針位，勾針引拔針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勾針短針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勾針中長針，下3個針位，勾3針長針，下一個針位，勾針中長針，下一個針位，勾針短針，去返最後一個入針位，勾針引拔針，
左針鎖針，去返同一個入針位，柯針引拔針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柯針短針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柯針中長針，下3個針位，柯3針長針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柯針中長針，下一個針位，柯針短針，去返最後一個入針位，柯針引拔針，將支鈎針刀入去喺刺位呢度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2行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周第3行，7針鎖針當起立針，褪返喺第2個鎖針位，柯針短針，將下6個針位，柯6針短針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柯針引拔針，去返上一行嘅呢一個鎖針位，柯針引拔針，左針鎖針，去返同一個入針位，柯針引拔針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柯針引拔針，下7個針位，柯7針短針，將支鈎針刀入去喺刺位呢度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3行勾好，檸檬葉勾好，留一段15cm左右嘅線頭，將條線剪斷，將條線抽出嚟，將線頭穿喺縫衣針入邊，然後將檸檬葉縫喺呢上邊。檸檬同埋檸檬葉縫接完成，然後將檸檬穿喺掛牽入邊，檸檬掛牽製作完成。